伫遐活长靠牙呢，红头垢面头毛乱甲，死前人甲问讲有食无？食的时阵出前人讲快一点求慈悲头。结果这个老和尚2礼拜就过身了，过身的时阵身躯是拢乌咧的。后摆哪要医这个病？来做参考讲，明理啥啊前辈者哪会苦心开一个班，用遮侪精神？其实明理敢若亲像药就是要治咱的心病。有可能若无明理，等甲代志来有时要应付拢袂会。咱的前辈者，咱高雄单位，咱的前线麻烦咧讲，上好莫误着坚强才要来修。若安尼付出的代价伤大，所以明理就是爱知影，才会当行出来合理。行出来合理，才有法讲规律。要知行合理，要达到这个赞处，事实上讲啊，真正爱有用心，伫这个当中才会当唤醒咱真啊沉醉已久的心灵。再来，在胜利第25胜利第2，礼者如含水结冰，不告乱时，冰自息，以防为水。众生未成离心结。不讲无时，心自息以归性，其理正如水冰之流。就咧讲，其实白食像迄水若结冰，咱拢知影，水若冷度若够，其实就会结冰。冰就是固体的，形象无共，固体的，若甲落咧圆的壳伊嘛落袂落。若四角的壳若圆的边角要甲落来四角壳是落袂落。其实伊的本质拢本有湿性，水就无相像，水善利万物。啥物物件，水果也好，咱食物件也好，万物拢需要伊。形象无共，但是伊去到倒位，拢会当相通哩。水若搁再加热，伊嘛会当变成水蒸气，无受到环境因缘所绑。伊才讲众生未成心结，心结。众生心若起了贪心，就拍一个结；起了嗔恨心，百门众门开。就亲像讲高速公路若一台塞车后壁就拢拆掉的但是心若自息，若有得了开悟的时阵，其实本来亲像水安尼会融化，会融化。水结冰，冰结水，寒结冰，暖化水，心结性，性结心，白结冻，结如冰。五时融通如水，所以白为众生五结成佛。其实水性就是冰性，冰性就是水性。咱毋知讲来起这个冰就有水，其实伊的体是共的。了解咱自心当中，咱的心性，其实这性是因为咱即袂当成心因一贯，是因为咱去学讲白，咱若去讲即道遮讲，性还同一佛性，是迷悟不动。六祖坛经伊安尼讲，法界之地，其实世人本自有志，是因为迷悟无共尔。只要把这乌云扫开，嘛会当。拄有点文师讲的，迄个讲的嘛会当为圣者，伊安那，伊转化转变身份嘛是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。咱真要安那使咱讲迷众生，无明的众生要安那做一种转化？其实君子不器，伊有法度随风就缘，无心无我。互我讲的讲，要安那君子不器，无心无我。哇，这毋是用口头禅安尼讲，是要安那照应着环境因缘，要安那互咱无心，要安那会做咧？付出当中做了就算了，做了就忘了，毋是做到全功德，做到埋怨一堆。咱要安那理解，做一种体会，因为会做众生是因为
结成的。啊，若会体换嘛是三解脱解定慧，所以咱需要研究真理，要来安怎来咱做导演，互咱诚心大家一贯。这就得透过修办道，老师讲嘛，透过修办道，才是转化的因缘，吼，才是转化的因缘。那么，咱互行的就来以一个典故。咱拢知影，这个百丈禅师就叫迄个龟参禅师啊。讲有一个芦花，有一个芦啦，伊就去甲伊叫伊捞，迄个花捞倒啦。啊，这个龟参禅师伊就安尼拉一个，讲啊无看花啊。但是百丈禅师去拉尔，花就倒出来，因为伊就是深入，伊就用心深处咧。咱今仔讲无心无我，有时啊无代志的阵，讲起来咱拢事不关己吼，无关紧要哦。叫人讲较介简单哦，叫人讲啊，迄吼迄莫插伊啦，啊迄无啥，但是家己拄着的时阵就无相像。咱要安怎真正咧讲啊？讲有用心入去，有投入入去，慢慢伫这个当中，就先做一种转化，做一种转变。有可能当个身体真诶时阵，伊敢若一礼拜听班2点钟有困难。但是当伊真理了解，当伊自心当中有逼切甲讲哇，人生无常，人生诶真义在哪里？人生诶真谛伫倒位？哦，人咧咧走话，真正互咱会甘心的哦。伊有法度啊付出，甲互咱感觉讲，连咱拢自叹不如哦。其实是在乎这个心，所以讲要讲行到倒位，不管什么环境因缘来，看什么人敢骂，看什么人敢何乐，拢袂要紧，都无所谓，没关系，都随便哦。讲遐简单哦。但是，确实实在在，咱要咱伫环境，伫遐练，吼，伫遐一直练，一直练的牛内面有一个火，要甲伊烧掉不熄的。当然啦，这要看个人的努力啦，哈，个人的努力。再来，不闻不育不说法，众生即无出头之期。伊讲佛，咱拢知影，佛就是一个觉者，佛就是一个天人师佛，吼。佛若无说法，咱拢知影法有讲法有诶滋润，法若亲像水，若亲像阳光，目睭若有水安尼甲伊压落，就会欣欣向荣。啊，咱诶心嘛爱需要法，才来讲若无法。这众生无出头之期，就是因为众生若无法，无一个指引。头前面讲的爱有明理，明理最重要。讲无法度怎甲伊做一个引导，往往思想观念拢抑个是众生的知见，所以咱来照佑佛老来引导，来甲咱做开觉的知见、视觉的知见、五觉的知见、入觉的知见。那么要必须照着大善知识，啊，大善知识就是引导众生去恶行善，开始引导咱要见性。哦，那善知识，伊会当引导众生去恶向善，伊所行清净说法论语拢合乎伊。啊，咱今仔会当遇到咱济公老师，咱点文师代表师。甲咱受一指，已经甲咱讲，咱自心当中有一个佛，咱要安怎如何观这个佛出来？要安怎行佛的行为？会使现此时，咱需要，这真理甲咱做一种开导。那过来，佛欲说法，众生却死在佛法里。这点互较要来依据前人参考。头拄仔讲佛若无说法，咱就拢伫这个轮回咧受，因为咱无法通跳出众生的这个窠臼。啊，若佛说法是安怎来安尼往往，这嘛咱现此时啊，咱现此时的百病，咱拢安怎
学者得以教法上哦，不以心法上哦，伊拢伫外口一直咧研究这文字，哪学哪熬。哦，哪学哪不简单，若不简单，其实是危险的。学间哪学哪熬，煞看前过者无起，看后汉的不是，甲当手嘛袂配合，因为怎啊变自以为是，怎啊理解无，就是讲对文字遐去了解，其实这还阁是世间的世事，还阁是光辉。